在自己频道的社群，然后在这个发布的贴文里面，还搜寻那个歌曲，道哥会调记那个流行歌曲，歌曲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号，在自己频道的社群发布贴文。发布以后呢，有超连结功能，现在就是在做搜寻，现在要第21项，兰花草点按。哦，你看这个就是影片目录了，这个就是兰花草歌曲影片资料库哦，目录了，这内容很丰富啊。那如何把歌曲加入这个播放清单呢？最好都是找那个比较熟悉的，像凤飞飞啦，还是邓丽君啦，还是费玉清啦，还是其他比较有名的了哈。好了，来看一下，到底要点哪一个啊？时间比较短的那个就是单曲。来看看画面的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按到调记的歌曲整合，加入播放清单再选自己事先建立好了播放清单哦，这样就加入了播放清单。